屏东大东公线，即马咱来讲嘉义县太保市的南新国小，以在地水牛厝的历史出发。即马讲伫咧校园内底起一座水牛形体的游戏场，要互囡仔兄囡仔仔踮水牛的身躯爬悬爬低，搁通处流浪。但即马这个所在也被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。 囡仔哪行哪跳，比上多，佚佗甲真欢喜。这个亲像一只水牛的空间，是嘉义县太保市南新国小的特色游戏场。学校表示，囡仔伫咧遮，唔但是佚佗，嘛是咧学习。小朋友在里面的群体的一个互动，然后躲藏，然后甚至里面比较窄小的空间，他还要用爬行的方式，那变成小朋友在里面其实是。 更多丰富的游戏，而不是一个人的游戏。就是之前那个溜滑梯只有1、2、3年级，4年级因为那个不太行。为要改善学校内底佚佗面，学校开2档的时间规划时间，加入在地水牛厝的文化，嘛，互这座水牛城堡整座分家地区，唯一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。这个经过22县市到教育部做一个竞争型计划去争取经费，那我们完成了这一座是云嘉嘉地区的第1座特色游具。旧的比较有一点无聊，新的比较有一点很好玩啊，因为还有草地，因为那个溜滑梯有转弯地方啊。学校表示，这座水牛城堡亲像一只水牛趴咧休困。 当初县政府甲公所拢有补助经费，不过也是无够，是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举办预备募款，才顺利装着需要的经费。续来，阁要豆豆来调整，希望互囡仔在趣味佮安全的空间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